为了应控大湾凌霄宝殿无量宫，主事玉皇上帝加先天上帝，庙观99尺，相当的壮观。加上今年2024年甲申2年，是180档一届奇特天体运行，规律的九运元年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能量周期。因此，庙方特别邀请台北阳明山天文的大道长，将举办通天达地祈福的大法会。咱庙方借这次的活动，就邀请所有的信众来点通天香，这个补天下金，佮点万车灯的活动。上主要的，所有当日来信众来参加的仪式演绎到一个阶段，咱的道长这个请咱所有的信众入来庙内来求着玉皇大天尊、玄武上帝列为众生佛，就是人讲的信众爱的是平安、健康、幸福。天地定位啦，吼，就是第一点呢，咱要对这个天门定位。第二，来到这个大亭，大亭内底有点这个64卦，还有这个四方，来入来到庙内底呢，还有这个万千图，全部可以拢做完了后呢，阮阁会欢迎迄个所有的信者入来行这个订婚图。了祈求平安，所以迄一天后来参加的人呢，就是家己想要爱啥，要祈求啥，就是伫迄一天入来到这个万千图内底的时阵，家己去祈求啦。通天达地定位大典，借由凌霄宝殿、天公庙无量宫特殊的地理位置，互万千来降临，祈求大吉大利。因为每一间庙宇终生只用的举办一届，欢迎信众会用的踊跃参加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